歡迎返到嚟 Intercity 特輯。開始之前記得 subscribe 同埋 like 㗎。今日嘅第一手牌，對手開叫 two spade 之後嚟叫乜嘢？第二手牌，你開叫 two 黑，表示黑加 minor 5-4起，同伴叫 three 黑 ，opponent 叫 three no trump，你仲叫唔叫牌？第三手牌係一個防守問題，對住三無王同伴 lead diamond 4、7、9、J，你 spade A 上手之後會回邊隻 diamond？第二日開始啦，東西叫到一個看似正常嘅5 diamond，佢哋可能仲驚緊會唔會 miss 咗6 diamond 嘅時候 ，Ghost of Red 對另一邊廂嘅隊友話唔使驚，雖然得5隻 spade，但係有 King Queen Jack 10，我點都開叫 two spade 啦。開叫之後俾咗好大壓力西加，最終佢決定 pass 咗2次，防守3 spade down 2，但係對比5 diamond 呢個唔係一個好分數。另一台轉播台 Insu Dragon 都係開咗 two spade， 台灣嘅西加隊面臨相同嘅問題，佢最終決定 overcall 2無王，北加繼續3 spade 阻擊，東加呢個時候叫咗4黑，最後打5-1黑 fit， 結果咁梗係未如理想啦。咁呢手牌係咪冇 solution 呢？咁又唔係喎。3 spade 之後，東西方應該夾返4 club 係 show 2個 unbeat suit。由於西加2個 minor 都 OK， 佢就可以叫4 spade 叫 partner show 返去低啲嗰個 suit。咁東家就叫5 diamond， 咁問題就解決啦。接住落嚟就見到 A 組2支強隊嘅大戰，東家開叫 two 黑係黑加 minor， 西加加強阻擊叫3黑，北加呢個時候叫3無王，東家藉住身價有利叫到4黑犧牲，只係 down 1， 3無王就輕鬆做成。下手牌繼續2隊強隊大戰，返去我哋一開始嗰條防守問題，藍家係 spade A 上手之後應該回咩？實戰中藍家回咗 diamond 3係正常嘅回引，但係好快之後佢就後悔啦，因為 diamond block 咗 suit， 3無王 make 咗。下一手牌係關於3無王嘅主打，手攻紅心 Jack， 手上紅心 A 食住，跟住莊家連打4圈 diamond， 藍家率先要佔2隻牌，佔咗一隻紅心同埋佔咗一隻梅花，跟住夢家出梅花，藍家出 A， 藍家繼續出紅心 King 同埋紅心 Queen， 最後出一張紅心俾莊家隻紅心10食住。呢個時候你會出乜嘢？心水清嘅你應該發現北家同南家都冇晒紅心同階磚，所以而家只要讓送一副梅花就一定係會搣嘅。但係莊家嘗試喺手上打梅花傾，而家呢個合約就要 down 1啦。最後一副牌就係 B 組領放嘅南京好音隊，呢手牌有好多 pair 只係停咗喺 game， 大部分都係開叫 one spade overcall two 黑，繼續叫 three club show club game force 起步。關鍵嘅一着係藍家意識到5 club 至少比3無王好，決定 Q B 3黑再叫4 club。北家聽到呢個 news 梗係好鼓舞啦，繼續 Q B 4 diamond， 同伴 Q B 埋4黑 show 咗黑有 control 之後，北家就4無王問 key 卡，問到 key 卡齊叫5 no trump， 藍家見到自己有 solid spade， 雖然只係低限，但係都直叫7 club， 藍北嘅叫牌真係叫得非常之好啊！